台中清水冠村文化园区最近举办艺术家驻村的活动，邀请到艺术家带入去冠村来创作。创作的内容是真多元，而且今年是第一届邀请到中国籍的艺术家钱菲菲，用外乡人的角度来看清水的历史甲文化。钓鱼线，然后还有这就是单纯的绿色塑胶袋。用汤匙甲塑胶料做的编织品，为工业设计系毕业的林志芬老师，长期拢伫关心环保议题，以零废弃、永续、创新的织品为理念来创作。那我就把这些人们眼中不重视的废弃物，拿它来做一个临时性、实验性的创作。钱菲菲为工业设计系毕业后，就到东海大学去读册，头一摆挑战用加漆为创作。清水冠村文化园区头一摆有国外艺术家来，作品嘛完全无同款。首先我也是从外国来的嘛，会觉得同样是一个离开原本家乡，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新的土地的这样一个身份吧。清水冠村今年是第二届举办艺术家驻村的活动，展出的作品多元丰富。除了透过艺术作品和游客会使欣赏以外，嘛希望讲会使培养优秀的艺术人才，建立当代艺术的交流平台。